受到东北季风和荷兰水汽通过影响，玉山气象站出现这受霜，合欢山武岭地区呢，早起要落2阵的冰沙啊，有民众特别要上山看雪，却是看无到。中央气象署也表示，对暗时开始水汽会渐渐离开台湾，天气会变较大。想要看到这入冬了后头一阵雪，可能阁要继续等。一个看到冰山落落来，后来看西民众赶紧拿手机啊，要甲记录起来。吹到东部以北的关山，因为低温甲水汽有够，早起8点，合欢山武岭落冰山落3分钟，再来9点40，搁落7分钟。为高雄上北来看雪的民众讲，这个看到雪是赚到啊！看到雪感觉怎么样？很高兴吼，太高兴了。那合欢山武岭出现冰山，玉山气象站嘛出现无常。不过这几天雨落无休，在桃园复兴区北环公路第7线41.8公里的所在，车5出现落石，差1点就讲到施工的工人，边仔的车嘛行一个赶紧落去。较在无人受伤，不过因为安尼路转袂通，一直到今仔日才恢复通车。气象署讲，下回开始水汽会豆豆离开台湾，转做是大冷的天气。北方的干空气逐渐南下，所以明天降雨的情形只有在宜花东一带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。那后天的时候呢，这个大气环境更干，只有在东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。气象署表示，后礼拜2东北季风增强，台湾会阁转做淡湿凉冷的天气。那若今年寒人当时有机会会落雪。专家讲，后礼拜6礼拜会大范围降温。要看水汽敢有达到落雪标准。冷空气是有一定的强度，但是水汽的部分可能就还要再观察。如果说只是迎风面东北部这种迎风面的这个降雨的话，其实中南部的山区都是好天气哦，那要出现降雪的机会就比较低。后礼拜6礼拜敢是会落雪，也会等后礼拜1或者是拜2才会知影。若是可能会达到落雪条件，爱看雪的人百面会阁出动，等待迎接落雪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